5·1勞動節隨便到10月，工會還有 NGO 團體組成的5·1行動聯盟，今仔日佇咧凱達格蘭大道召開記者會，宣布今年5·1大遊行有8大訴求，重點放佇咧退休保障這個議題。這屆遊行賣分頭對台北也閣有高雄來進行。退休起步增加。一年一屆5·1勞工大遊行就要舉行啊！今年是第一個全民放假的5·1勞動節。5·1行動聯盟也公布今年5·1大遊行的路線和訴求，也公布遊行會在台北、高雄兩個所在同步來進行。會在5·1當天交給3黨，要求3黨具體回應。政府在過去20年沒有處理勞工退休不足的問題。今年5·1行動聯盟也提出8大訴求，分別是提高勞退薪制，對現行的6%提高到12%，提高勞退舊制計算標準，取消限制4·5基礎規定，工作年資攏會當累積退休金，拍開勞保、勞退、投保薪水的限限，提高勞退薪制資遣費，對6個月提高到15個月。推動社會保險全民納保，也愛讓家事勞工、移工攏愛有勞退保障。公告退撫基金愛有高級的補貼，公司後退休金提撥愛一直攏15%。薪資提撥率趴在6%，趴了20年，這個是我們喊了無數次，喊了再喊沒有用的一個口號。大家心知肚明，這個6%的提撥率無法支付老年退休的時候的生活保障。2035年，台灣將取代韓國，成為全世界生育最低的國家。在今年的5·1訴求主張就聚焦在退休制度的改革。勞團也表示，在5·1行動聯盟倡議多年了後，今年5·1勞動節總算改做固定假日。面對高齡化，勞團也把今年的重點放在退休保障，希望遊行迄日政府和3黨立委攏會當回應因的訴求。記者陳亞選林旭凱台北報道。